所听的兄弟大家平安。互咱进入伫7月的第1个主日，感受到时间过了真紧，咱伫今年已经进入伫下半年，也真正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当咱入来礼拜堂的时阵，咱真主动就甲你的手机甲关起来，也是关做震动，互咱有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畏伊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也希望咱入来礼拜堂了后，莫阁讲话，咱来培养一种敬虔敬畏的心，的确互咱伫礼拜内面会感受到上帝圣神的同在。望安尼，咱三甲做伙来培养一个上帝敬虔的子民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伫你所定的主日，同心做伙来到你的面前。阮的世界车花宴乐，阮的心得袂着安静。只有伫上帝所定的主日，互阮谦卑敬虔来到主的面前，互阮有安静来敬畏上帝的心。主啊，你对阮的生活中间来调整阮的习惯，互阮真正伫敬拜内底体会上帝你的同在。你的话伫阮的中间，成做阮的帮站。主愿你的圣神也启示阮，伫阮所领受伫上帝话语的中间来得到帮站，信心得到坚固，互阮活出上帝水的见证。愿一只三甲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咱的教会2年读圣经的进度，已经读到伫申命记，也就是摩西5经5本，已经进入到伫第5本，就是申命记。咱做简单一个复习，就是摩西5经内底的第一卷，就是创世纪。创世纪的主题是咧讲起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。伫内面也记载伫族长的历史甲故事，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甲约瑟等等的故事。第2卷就是出埃及记。伊的主题讲起上帝是拯救者，上帝有听见伊的人民伫痛苦做落泪伫埃及的所在，因的声上帝有听见，就找摩西来带领因离开受苦430年的埃及，要到伫老年甲密的地，总是伫旷野的中间。上帝百姓伫遐学习十诫，伫遐敬畏上帝。那呢，有会幕伫迄个中间，表明上帝的同在，甲因做伙。第3卷就是利未记，主题咧讲到圣洁的心的敬拜。以色列百姓用圣洁来服侍上帝，接着因伫犯罪中间。这个精神就带来到伫圣殿会幕的中间，借着献祭、谢罪，互因来建立甲上帝和好的关系。第4卷就是民数记，主题就是信心的旅程。有2方面，上面讲到伫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年的中间，上帝伫遐教导因信心的功课。另外一方面，伫民数记内底，也咧讲起怎样甲所有人民通团结起来、组织起来，成做一个会当真正真正进入伫上帝要祝福的所在。但今咱已经要讲到伫申命记，申命记的主题是甚么呢？申命记
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对80岁已经到伫120岁。伫这40年旷野生活了后，因已经行来到伫约旦河的东边，伊已经看见上帝伫过去所记载、所应允迄个老年甲迄个地。这个时阵，第一代出埃及，这人已经拢伫旷野死去啊！因为因无信心，对上帝怀疑，所以因拢死伫旷野中间。这个时阵只有剩2个人，迄2个人什么人？约书亚甲迦勒是第一代出埃及的剩2个，约书亚甲迦勒，其他拢伫旷野中间过身去。但经过40年，有新的一代产生，这人拢伫旷野的时阵出世，这是第2代。摩西带领因，要伫这个第2代要进入上帝应允的地的时阵，这个摩西毋是80岁啊，已经120岁啊，通正做一个老摩西啊。头毛落了啊，总是伊的精神要阁真好，都亲像一个已经要退休的老教授，伫遐咧提醒这新的一代，你要进入伫上帝应允的地，迄种的心情，咱来看《申命记》，迄种的语重心长、语重心长。应该因真早都会当入去啊！照这个路线来行，差不多是14天，因都会当入去老年甲迄个地。但因已经行40年啊！面对新的一代，老摩西的心真痛痛，伊伫遐提醒，伫遐勉励。爱新的一代，爱接受上帝的律法，爱持守甲上帝所立的约。这种的心情，也亲像伫迄个毕业典礼的中间，这老摩西对这毕业生所讲的话，是一个离别的话，因为摩西知影伊的时间已经到啊。上帝要调伊转去啊！伫这个时阵，伊呼天唤地，对以色列百姓伫遐来做见证。这就是整个申命记的内容。申命记也当称作第2部的律法。伫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已经讲了，所以伫申命记。摩西对新的一代佫讲一摆，这就是第2部的律法，也就是摩西一种听的叮咛、听的提醒，伫这新的一代的中间，伫旧约的圣经内底，和新约运用，成做一个重要的圣经的经文。上济都是申命记，而且咱知影申命记是一个真重要的一部摩西5经内底的一本册。主耶稣伫旷野受试探的时阵，有3摆受试探，魔鬼的试探，伊拢用上帝话来抵挡伊，较赢过魔鬼的溃烂。所有话拢出伫申命记的中间。那安尼，咱就知申命记有偌尔啊重要。申命记拢总有34章，真长、真高、真丰富，有时真歹看。总是咱会当将申命记34章的内底，甲分段对摩西所讲的讲道内底，甲分做3个段落、3个讲道。那安尼时阵，咱咧看就比较了解。
第一段的讲道就是第1章到第4章，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。讲到伫以色列百姓伫过去旷野的中间，因怎样经历上帝大溃烂甲引带。第2段对第5章到第28章，是上长的一章，也是上重要的一章。来讲起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叮咛，爱因会记住托拉，这个托拉就是因所讲的上帝话，爱接受上帝的诫命，唔通袂记住上帝甲因所立的约。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是袂当甲伊拍歹去，袂当背负。安尼才会当得到上帝祝福。第3段落，第3个讲道就是29章到34章。摩西伫遐讲到伫以色列百姓新的一代的未来，上帝爱因进入伫迦南地以前，搁一摆甲上帝来立约。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预言甲祝福，拢是伫这个第3段的讲道内底。咱若做安尼一个分类了后，咱就比较较容易了解整个申命记的内容。摩西规篇34章伫申命记的讲道内底，敢有一个目的，迄个目的就是深深意爱，互顶一代因的父母的失败，唔通搁再伫这个新的一代拄到同款的问题，爱互因知影上帝对因的疼，因的信息是永远袂改变。无论伫以色列百姓的顺境逆境的中间，上帝永远甲因相合伫地。上帝陪伴因做伙行头前的路站。伫规卷申命记的主题，就是要互这个新的一代知影，上帝是守约的上帝。人会拍歹这个约，人会毁约，总是上帝是守约，永远袂改变。也爱以色列人民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上帝。这就是规篇上重要申命记的内容。但今日咱所读这段圣经，咱有几项的信息三甲来分享。头一项就是要进入迦南地，是过去40年前上帝就讲啊，因我就入去，所以因上重要就是需要有信心。信心是一种的眼光，有够眼眼光的人就看会到上帝的心意，若看袂到，就我就入去。新的一代的以色列百姓，当因已经行到伫约旦河的东边，过河就到啊。因上大的一个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信心甲勇气这两项。第二代所面对的征战，甲第一代拢同款。会记哩第一代因拄出埃及的时阵，头前是红海，后壁是埃及的追兵，边啊是山谷。第二代面对的嘛是同款，后面是旷野，头前是永远的地，边啊阁有真侪对敌，亚玛力人、非利士人伫迄个中间。因若无有信心甲勇气，因就无可能进入伫这个永稳的地来领受上帝祝福。这种的心情，就甲今仔日阮这代，甲阮的父母迄代同款。咱这代面对的有竞争、有压力、有困难，是咱这代所面对的。总是咱想到伫咱父母迄一代，因伫物资欠缺，因所拄到的困难，因的条件甲咱是拢同款。咱这代并无较好过，咱也犹原需要
有信心、有勇气的心志，才会当得到上帝应允的祝福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，是像我真爱的一段圣经。这段圣经安尼描写：人若无有信心，就袂当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来到上帝面前的人，必须爱深信有上帝，也信伊要赏赐找求伊的人。民数记的中间，摩西伫遐甲咱提起，第一代以色列人袂当进入伫应允的地，上大的原因是甚物？请问咱兄弟姊妹，咱读圣经的中间，咱知影第一代这以色列人因无法度进入迦南地，上大原因是啥？对上帝无信心啦。什么是对上帝无信心？民数记第12章、13章，当因行到加低斯的所在，已经要入去迦南地啊。所以摩西就派12个探仔入去看迦南地生做什么款。经过40天倒转来的时阵，10个人讲唔好入去。哦，遐个人太大汉咧，拢190公分以上诶。咱拢150公分，拢拼伊拼袂过。咱亲像草蜢啊共款，咱温书诶啦，咱唔好入去。因将对敌看到真大，亲像大汉人，总是家己看到足细、足细、足卑微诶。更较凄惨的，就是因看袂到上帝。无信心就是将对敌看到真大，甲家己看到真细，阁看袂到上帝。有信心甲无信心差别，就是伫遮尔点。迄个差别，敢若一项，就是眼光。10个人讲唔好入去，敢若只有2个，就是咱拢记会掉。迄2个人，就是约书亚甲迦勒。伊讲：咱一定要入去，这是上帝应允予咱的所在。这个地实在真好，葡萄真大粒，生产真丰富。希望有遮尔济的大汉人，总是上帝若甲咱同在，咱就毋免惊。上帝要赏赐予咱，遮尔水的地，伊要予咱。约书亚甲迦勒会当进入迦南地，甲众人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敢若信心甲眼光那点，敢若真简单，嘛真困难。信心就是会当看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对伫真无好的环境内底，犹阁有属灵的洞察力，有属灵的洞察力。这个就是约书亚甲迦勒有的，其他人拢无。第一代出埃及的人，拢伫旷野死去，因无法度得到应允的地，只有2个人会当入去。新的一代，申命记就是摩西120岁用新的一代来讲起历史的故事。新的一代以色列百姓。嘛，共款面对这个挑战，已经看到啊，要安怎？因是毋是会当有信心甲眼光，决定因会当入去迦南地？因若无信心甲眼光，兼且爱摩西第6经爱写出来，就是第3代的人才会当入去啊。这就是申命记。咱不断咧重复咧提醒摩西这种的心情。第一代无法度入去，第2代已经要入去啊。但是第一代困难，第2代困难，拢同款困难。但是若无有这种的信心甲眼光，就无法度入去上帝应允的所在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看这段圣经的时阵，也想到咱家己的处境。咱的处境嘛同款，所以咱真需要选择正确的思想，赢过
环境考验的这种的眼光。咱面对的环境，甲以色列百姓第一代、第二代拢同款。咱爱学习信心的眼光，这种困难的功课，特别咱要得到上帝应允甲祝福，伫应允总是也未得到的时阵，伫迄个过程，都是上大考验的时阵。我毋知咱中间有人手术的经验无？你有这个镜头，某一个病爱手术，明仔载要手术，今仔日是上烦恼，烦恼啥？明仔载手术了，我毋知佫活起来无？迄个医生的手术毋知高明无？啊，若手术无好，我毋知安那，迄暝拢困袂去，有真侪操烦、负面的思想，迄种的紧张、迄个烦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若要手术以前，牧师一定爱去祈祷，就是互兄弟姊妹对上帝的信心、心有平安，来交托伫主。我摕几个例，互咱用这种的心境来比较第一代、第二代这以色列人因所面对的困难。伫应允，但是也未得到应允的这个过程的挣扎的过程内底，咱爱学习的功课是什么？有主来兄姐找工课已经找3个月，找6个月，伫迄个中间，伫遐祈祷，望上帝会当应允这个工课，但是已经经过半年啊，经过半年了，佫找无到工课。心内开始着急，对上帝嘛开始怀疑，敢有影有上帝？啊，若有上帝，我祈祷遐尼久啊，哪会拢无应允呢？上帝敢有听我的祈祷？还是世界将近70亿个人口已经我袂记啊？咱的心开始有真侪这负面的思想，一直来，一直来，致使到咱。甲这个以色列百姓同款，对上帝作势，看甲作势。有一对青年要结婚以前，甲因互相伫协谈的中间，因确定这是上帝应允，上帝好的匹配，互因熟悉交往，阁有圣经的根据。两个人拢看介意，当时结婚无偌久了。就开始冤家啊！冤家了，就开始怀疑讲，阮太太敢是上帝应允的？啊，哪会生到这个型的啊？啊，太太嘛开始怀疑讲，这个先生敢是上帝应允的？哪会安尼？讲话拢无谦卑，啊，大细声嚷。伫这个中间开始有冲突，开始有冤家，甲最后闹甲要离婚。进前才讲上帝应允，但是无偌久已经看袂到上帝伫婚姻的中间的祝福，看袂到。致使因对上帝有真侪的犹疑、不信伫迄个中间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伫教会内底真侪心服侍的一个姊妹，有一摆去身躯检查的中间发现。身躯有 cancer， 有癌症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打击。要个少年，总是发现这个代志，当要安那？过去伫教会一心侍奉，太多上帝会拄到这样代志。伫教会外口的人，食薰、啉酒，外人拢好势好势。我无食薰，也无试薰，无食酒，嘛。拄到这个问题，啊，到底上帝敢有听我？开始甲迄个癌症看到真大，迄个大汉人，甲上帝看到真细真细，信心受拍倒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咱生活的处境内底，咱所拄到问题，甲第一代以色列人、第二代以色列百姓拢同款。当咱拄到困难，
拄着患难的时阵，咱的信心就受冲击，有时阵咱就受拍倒。咱的身躯有破病，有歹紧，走到咱的身躯内底，这是一种的精进。总是咱爱用正面来看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是爱伊所做每一个人活了真健康，活了真喜乐，活了长岁寿。哈利路亚！这是上帝的心意啊！上帝无爱咱破病。伫出来记内底14章讲一句话，叫做耶和华拉法。这句话，咱知影耶和华以勒，搁一个耶和华拉法。耶和华拉法这句话意思就是，上帝是医治的上帝。上帝要医治咱，互咱会当得到健康，得到长岁寿，久长来服侍上帝，见证上帝。当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毋通真紧亲像迄10个探仔共款，将家己看甲真细，将迄个对敌看甲真大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经验上帝恩典应允的祝福。这段圣经我真爱，就是伫诗篇27篇第3节甲第4节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。大卫的时代，伊犹原共款面对困难、对敌的征战，家庭内底囝儿对伊的不满。伫迄个中间，大卫就写诗来到伫上帝面前来学讨。伊安尼讲：虽然有军兵阵营要攻击我，总是我的心无惊吓。虽望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的心犹原安然自在。有一件事，我要对耶和华求，就是我犹原要找伊，就是我一世人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来看伊的荣光。虽然有阵营、有困难来攻击，总是我单单要来到伫上帝施恩宝座面前来看主的荣光。这是大卫的诗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咱苦难患难的中间，就是咱需要更较深仰望上帝的时阵，毋是伫遐埋怨上帝的时阵，是爱更较深来仰望上帝的时阵，才会当互咱赢过咱面对环境的考验。第三项，信心是来自对上帝的认捌甲伊的作为。新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要入去迦南地，拄则咱就讲，上重要就是信心甲勇气。总是这个120岁老摩西怎样来帮助新的一代，互因有信心甲勇气？请问咱兄弟姊妹，摩西用什么方法？摩西用什么方法，互新的一代因会当对上帝得到信心甲勇气，免惊来入去应允的地？就对着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摩西用一个方法，就是讲故事。申命记第1章甲第4章，摩西只有做项代志，就是讲起以色列历史的故事，来提升新的一代的信心。啊！你姊妹，咱毋通掠做听故事了，咱就会当通过过去失败的经验，互咱今仔日来得到警醒，无搁再行同款错误的路。圣经不断伫遐写出好的、无好的，拢写伫遐。无一定听到这个故事，咱就会当改变。我甲囡仔讲，恁这代爱比阮这代搁较拍拼，较认真读册。你爱对历史得到教示，爸爸的历史你爱学习。但囡仔伊安那回答，我囡仔讲，爸爸，无对历史得到教示嘛，是一种教示啊。伊的历史一定爱去啊，
弄破头了后，伊才会当伫遐学到一寡历史的教示。但是等伊娶某生囝的时阵，伊阁甲因囝就是阮孙，甲伊讲：你爱对历史得到教示，但是伊犹原无法度去理解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恩比，这是真出名的历史学家。伊讲过一句真出名的话，伊讲：人类其实毋捌对历史得到功课。圣经就是一本历史的册，一本信仰的册，而且呢，讲起历代信仰的前辈因所经历的事，总是咱毋捌对这历史得到功课。同款的毋对，今仔日咱阁继续咧犯。第一代毋对，第二代也同款做毋对的代志。这就是咱台湾人一句话咧讲：好整毋团。歹种不断我好的唔好，拢学一寡歹。为什么摩西会当通过故事，互以色列百姓有信心？到底伊咧讲啥物故事？摩西讲啥物故事？摩西讲的故事的重点，都是因回顾历史来看见上帝作为。摩西敢若讲这样尔。第32节，拄则咱读的圣经32节甲40节，摩西就讲这样故事，就是互因来回顾因的历史，来看见上帝作为。上帝怎样用伊大开咱的手来带领因的列祖出埃及？伫旷野的时阵无水，上帝用甘甜的水来养饲因；无米通食。上帝对天顶降玛纳落来，当因讲食玛纳食到咸啊，爱食肉，上帝就互烟吞飞过伫因的中间，互因食肉。当因拄着对敌的时阵，上帝同在，互因征战较赢。摩西咧讲这个故事，然后摩西爱新的一代知影，上帝若甲因伫地，因就毋免惊吓。人若会当看见上帝作为，人就有信心、有愿望、有勇气。人若袂当看见上帝作为，咱永远是活伫惊吓、不安的内底。这是摩西的做法。亲爱的姊妹，伫咱的家庭，伫咱兄弟姊妹，伫小组、伫团体内底，咱毋通做伙就敢若讲股票、房地产安那理财。我毋是讲迄个无好，甚至咱基督徒做伙的时阵，会当较济来讲起上帝作为伫你的性命、伫我的性命所做的神迹甲奇事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的信心就会当伫遐来得到坚定。咱的信心、咱的勇气、咱的眼光，就伫遐得到培养。是因为有上帝，所以互咱会当勇敢来面对困难甲挑战。16世纪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，有一届伫伊的册房内底，不止忧愁，不止艰苦，真实际。所以伊某对厝外口穿一领死人的校服转来。路德看到伊的时阵，就问伊讲。你啥穿死人的衫？因太太就讲：上帝死啊，上帝死就爱穿校服死人的衫。路德就真严肃讲：啥哪上帝死啊？上帝哪会死呢？因太太就甲伊讲：上帝若无死，就是上帝死啊！你才会遐尼失望啊！上帝若活咧，应该咱有信心才对啊。忽然。马丁路德的太太讲这句话了后，互马丁路德有真大的感动甲冲击。伊讲对啦，上帝是活的，我有啥物通烦恼？上帝即摆是活的，我有啥物困难袂当得到解决？兄弟姊妹，马丁路德的经验也正做咱的经验。咱的上帝是活的上帝，当上帝活的时阵，咱一切困难拢会当得到解决。
当咱全然信靠上帝，就要成就一切事，互万事互相效力，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。当咱做伙读《申命记》的时阵，搁一摆看见摩西用回顾历史的中间，来看见上帝作为，来激励咱的心。咱诚做基督徒，也回顾上帝怎样来引带咱的历史、咱的家庭，互咱伫遐得到信心，得到盼望。讲上帝活着，伊甲咱伫地，咱一切困难，上帝会来带领、来解决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面前，搁一摆读摩西五经申命记的时，互阮的心得到提醒。搁一摆通过信仰的故事来激励阮的心。主啊，阮常常看见问题、看见困难，阮就失志，阮就灰心。总是互阮对约书亚甲迦勒有看到问题，总是犹原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，有教育的眼光，有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上帝的应允。主，愿你帮助阮这个时代要活地人，阮犹原有拄着困难、拄着问题，总是阮来当对上帝有全然的信心甲倚靠，阮就会当得到应允，进入伫老年甲密应允的地。回顾阮的历史，阮通看见上帝一步一脚印，伫阮的历史的中间，伫家庭的中间，伫教会内面做奇妙的事。阮常常分享这些事，就通激励阮的心，互阮常常信靠上帝，壮大向前来行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